万项代志拢是一体两面，科技会当互社会进步，却嘛有可能使犯罪问题更加严重。唔知乡亲敢捌伫网络平台看过强调讲高利润稳赚的，邀请乡亲呢免费加入的群组的广告，这个细字就有可能是来自机器人的笑话，以 AI 自动导航的诈骗广告。AI 技术愈来愈进步，短短5秒钟就当做一条诈骗的广告的文宣，大量以假乱真，冒充名人骗人的投资的这个假消息，世界低榜，这严重影响到咱社会安定。2024年，数位发展部启动对会打诈计划，以 AI 技术对抗 AI 诈骗，经过人工判断，一条诈骗广告上无爱半个月，即马平均卡免2天，诈骗的消息就会被抽掉。网络顶呢，冒充投资啦，这个广告也为了上悬的79000多条，减到14000多条。是讲另外一方面，逼真的伪造技术，嘛好诈骗集团的乌白用，好犯罪更加真假难辨。咱乡亲要安怎识别加自保？带恁做来看卖。科技的发展真的太快了，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打诈是好人跟坏人之间不断的攻防，我们一定要用科技对抗科技诈骗。人脑已经远远没有办法胜过 AI， 要处理 AI， 最终还是要靠 AI。这是一场 AI 对抗 AI 反诈骗战争。伊是国家安全资通研究院的打诈专家江武贤。2024年1月，伊甲一个批判透过 AI 分析超过500万笔的诈骗广告，运用大数据分析，在各大网络平台消灭同款由 AI 写出来的诈骗信息。这个是我们的 AI 侦测系统。那在这个系统里面呢，我们可以有效的去侦测出现在有哪些人他大量的被这个诈骗广告的冒用。免费票购加入群组1对1线定服务，各种投资广告的话语讲甲真好听。严格伫自安以诈骗情资资料库中，全部拢互判定做高风险的关键字，去互 AI 侦测了解诈骗信息，一共都有5000到1万笔。从公开平台拉到线下平台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就会被我们识别为是高风险的。自安以对诈发现，一直到2024年7月，捌投放过诈骗广告的买奖专业大概有16000个，为其中1000个小号进一步分析。有类似特点，严格也未投放过诈骗广告的小号数量高达10万，进一步推测出藏伫幕后的诈骗机器人小号，恐惊超过100万。NVIDIA 它在5月25号那天股价飙涨了24%，所以黄仁勋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了在股价相关的新闻上面。实际上隔了2天之后呢，黄仁勋这个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大量的社群诈骗广告上面。那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在24号到25号之间，他在社群平台上面的这个声量就已经翻了3倍了。如果说我们可以及早透过身份识别出他的名字跟这个诈骗常用的这个关键字有相关，而且他的这个成长幅度是非常大的时候呢，我们就更有机会来做到早期的这个侦测预警。你敢知影用 AI 生成一条诈骗广告的文宣需要偌济时间无？15秒，卡数更付一张图嘛，敢若15秒。新形式的 AI 和诈骗广告正该做自动化经营，假消息无时无刻世界流传，入侵各大网络平台。脸书冒名粉专贴出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以及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的合影，用张淑芬名义邀请民众加入投资社群。从脸书上输入关键字“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就会跑出不少粉丝专页。民众是安怎一步一步踏入诈骗的陷阱里？数位发展部发现，大部分的诈骗集团先利用开放式的社群平台，以 AI 导放大量的诈骗广告，请群众加入封闭式的群组，佮透过私信说服民众汇款。但受害者发觉到无对等，诈骗集团早就已经洗钱逃走。严格封闭式的群组甲通讯软体私信，拢是公权力真歹及时管控的普适地带。想要有效打击诈骗，必须为源头封底。我们现在数发部就是开发了一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这是一个 APP， 利用那个 AI 的方式，还有程式的方式，加上人工做最后的确认。这些名人的这些诈骗，我们就直接跟这些名人做确认，我们又会马上去通知 Facebook、Google、Instagram 还有 Line 这些
广告平台，要求他们立即把这个诈骗讯息下架。过去都要用半个月公文往返，经过确认才会当将诈骗广告汰除。如今 AI 2天内就会当完成。指控自去年5月，网络平台加金融投资的广告，敢若1礼拜就来到79000外笔，8月时刚存无到2万笔。加公众人物的信息嘛减8成，为41000外条，降到7448条。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高手，他们利用 AI 的方式，他们去研究怎样识别诈骗，那怎样去防堵诈骗。但是很不幸的，这些诈骗集团也有他们的研发团队。打诈是好人跟坏人之间不断的攻防，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科技对抗科技诈骗，我们一定要用 AI 对抗 AI 诈骗。科技愈来愈进步 ，AI 诈骗的风险可能比咱想的更加危机。Hello， 大家好。今年5月，新北市淡水区垦丁里的里长吴定国，手机收到7份消息，内容让伊真着惊。影片内容其实就是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很明显在做那个事情。那基本上那个头像就是我的照片，而且它上面有写的内容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视频，那如果你不处理的话，那他就会把你放到各大媒体去，然后去推播。捌做过5档警务工课的吴定国，收到消息了后，一时间真惶恐。验过冷静了解，发现恐吓的信息中有 AI 加讲鬼混假。他所写的这个字句，像什么视频啊，然后什么速度与我联系，这听起来都感觉不像是我们台湾人所讲的话啦。感觉说明是 AI 写的。对，有可能。第一时间你看到头像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其实也会觉得非常的惶恐，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有名的人物，可是却被诈骗的分子他们所盯上，然后或许是我们的资料都公开在区公所网站上面，所以让他们有机可乘，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吴定国将受害经过抛上网络，才发现那伊一个里长受害。一旦公众人物公开资料，成做诈骗集团的目标，加上 AI 的助长，对治安造成危害，就真歹设想。根据网络以上调查，有71%的民众对于 Deepfake 声位技术抱持着不信任感，最主要就是因为 Deepfake 这项技术经常被用于诈骗这个用途。而究竟 Deepfake 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测试。打开区公所的网站，搜索里长的相片。进入 AI 换面的网页，将相片传起来，短短不到10秒，变做合成的相片，就会当轻松完成。AI 唔乃当模仿你的声张，可以当模仿大家声音。只要你有模拟一个人的录音，再个传起来声音的合成器。欢迎加入我的股票投资群组。对当用对方的声音，讲出伊将来无讲过的话，上个恐怖是，这个技能体在网络顶对当免费使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要安怎利用，全看人心。科技的发展真的太快了，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民众其实要有一个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哦，只要提到钱，只要提到账户，警戒的这个雷达一定要打开哦，一定要多加的查证。当然，看到的甲听到的，拢无一定是事实，假内容四界流传，在台湾引起一场科技犯罪风暴。如果说你担心你视讯的对象，或者说你看到的影片是不是这个人的本人的话，那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 AI 防诈的这个换脸的工具来去做检测。AI 的画面真歹分辨真假，严格科技公司透过影像执行分析，加色彩精确技术，免过手电找出空隙。换脸的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大一点，它可能会有破图，或是解析度变差，甚至是光源变得不自然，或是肤色不自然等等。它原本是方便让一般的民众可以用更有趣的方式去做一些视讯的对谈，但是当这些全新的技术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手中，它就会变成是就是变成是会攻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当本地帮助人的科技，成做诈骗集团犯罪工具，民众要安怎自保呢？在照片上面做一些浮水印，或者是做一些符号的加注，其实都是有助于未来辨识这个照片到底是不是 Deepfake 很好的工具。我们通常对于这种
诈骗集团，我们都采取那种事后这种怎么去减少损失。一般人来讲，我们如果碰到连自己第一时间都觉得有点怀疑的时候呢，其实不要急着做任何的决定。当然，如果你是要这个诉请这种损害赔偿也是可以，不过前提都是要保存证据。AI 发展对全球甲社会带来唔捌当过冲击，个人资料的保护就更加要紧。欧盟早在2016年通过一般个人保护规则，称作 GDPR， 要求企业设立文书长。各主那老师要在72点钟内通知资料的当事人甲主管机关，将资料的保护看作是企业的责任。今年8月，全球第一条监管人工智慧法案——欧盟的人工智慧法正式生效。其中以纤维技术制作的内容必须明确标注，希望阻止 AI 骗局。过去我们国内没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机关，就变成。这个企业我要通报这件事情，我不想要通报是，这些都是 follow 欧盟的一些规范过来，我觉得是这个部分是可以学习哈。过度使用科技，打破社会责任。AI 诈骗甲 AI 打诈之间的对决，将会是一场艰难的战争。政府健全的法制、企业自主管理、民众加强防诈意识，拢是必要的解放。反转诈骗之道，台湾也有真侪挑战甲难题，有关需要打拼。